隨住香港社會逐步邁向超高齡化，預計到2046年，長者人口比例將攀升至36個百分比。根據亞太區銀髮經濟市場潛力指數，按年老人口同埋其子女嘅消費能力，香港喺全球排行第4。民建聯一直關注如何可以充分釋放銀髮族嘅市場經濟潛能，帶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，同時又可以更好地照顧長者退休生活嘅需要。今年特別牽頭成立銀髮經濟發展聯盟，聯同專家學者制定政策藍圖，提出多項建議，部分建議已經獲得政府接納。未來民建聯將會透過銀髮經濟發展聯盟，推動安老同埋康復領域嘅創科應用，增建更多長者屋苑，加強社區規劃同埋訂立銀髮產品同埋服務標準，推動市場增加創新養老金融產品同埋大灣區保險養老模式，增加跨境養老保障等等。希望可以把握銀髮市場嘅機遇，提升長者生活質量，同時亦都可以帶動本港經濟發展。